今日香港上冊。香港的政治概況。政治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中心權力，透過訂立和執行法律，達到規範社會生活和個人行為的目標的過程。而政治權力則透過政府體制體現出來。雖然香港已回歸中國，但香港的政治以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為原則。根據基本法，除防務和外交事務歸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擁有高度自治權，享有以下權力。一般而言，量度政治素質的指標包括人權、法治和新聞自由等。人權。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人權是指所有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不論國籍、居住地點、性別、血統、膚色、宗教信仰、語言和一切身份，每個人都享有這些權利，不受歧視。人權強調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適用於任何人類身上。人權也指特定群體的權利，例如兒童、婦女、不同性取向者等，確保不因他們數目上的少數或權力上的弱勢而受削弱。一個社會若懂得尊重人權，便會珍惜人民的生命，尊重人們的自由，包容人與人之間的分歧，令社會趨向和諧穩定。現今的人權一般受到法律及常規的保障，例如世界人權宣言、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兒童權利公約等。受相關條約約束的國家必須確保其公民和特定群體的權利和基本自由受到保障。法治。法治可理解為保障人民權益、維持社會秩序、防止政府濫權的基本法律原則。在法治社會下，政府以法律去管治人民，其管治亦受法律所規限。因此，法治可保障市民免受掌權者欺凌，確保政府必須重視市民的利益和意見，使所有市民均能生活在安全和被尊重的環境下。法治必須涵蓋整個社會，避免受某些群體受到壓迫或漠視。若制定法律時，能顧及所有人的權利，以保障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自由為目標，法治精神便能得到最全面的實踐。簡單而言，若制定法律時能顧及人權的維護，法治制度便能更完善，並且更能保障人民和維持秩序。新聞自由。根據國際新聞學會的定義，新聞自由包括採訪自由、傳遞自由、出版自由和表達自由。新聞媒介享有採訪和傳遞新聞的自由，而市民大眾亦可透過新聞媒介實現出版和表達意見的自由。這些都是受到基本法保障的自由。新聞自由允許新聞工作者擔當政府與市民的溝通橋梁，將民眾的聲音傳達予當權者，並且監察政府的政策和行動，避免政府濫權剝削人們的利益。因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史提亞指出，新聞自由是政府三權——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種權力。新聞自由有何重要性？有學者認為，新聞媒介與從業員享有的新聞自由，其實是全民所應有的基本人權，不是特定行業的特權。傳媒必須有自行決定看什麼、聽什麼以及怎麼看、怎麼聽的自由。如果偏聽與偏看，就不能正確認識環境，也不可能有正確的政策。社會的發展必定會受到妨礙。新聞媒體享有報導真相的自由，才能肩負起社會責任。新聞自由的功能包括監察環境、提出警告以便大眾防範破壞社會安全和進步的危機，提供不同的視野角度，讓大眾對相同的事物作不同角度的觀察和結論，做社會的安全閥，讓人民宣泄不滿，可避免他們因憤怒而做出危害社會穩定的事。
衡量政府表現靠三依。根據國際經驗，政府的表現可以以三依指標來衡量。三依即效率、效能和經濟。效率是指投入的資源與生產的成果的比率。高效率的政府能投入相同的資源，包括資金、人力、時間等，但獲得比低效率政府較好的成果。效率是指結果能否達至預期的目標。高效能的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能定正確的目標，並以正確的途徑達成。簡而言之，職能對症下藥，獲得顯著的成果。經濟是指政府部門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能否有效使用資源，以最少的資源達到一定的成果。